家己来读1657年11月27号拜二，阿婆本号出港了。三队呢 ，Roadbus 和含迄只领港船又过来入港。天气含风，天气甲风含昨昏相像，适合航船又个良好的天气。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看到阮对日本帝国已经载来取代的全部货物，以及本季还阁有定要对遐所载来货物，主要是233000吨的运订，9000担的重条，一寡插器含一寡含着为着取代公司人员的一批切物等等。因为对日本载来即寡资金要用来供应印度地区的需要，将会非常拮据。拮据，看嘛，这应该是查甫，这是汉语。大理大书店，无。节读课，用手背草坡，就是课。调磨嘛是课咯。交绕课，对入节句是调磨的意思。节句呢，课变调课句哦。刻句呢是艰苦，调磨艰苦，刻句啦哈。好，要用来供应印度地区的需要，将会非常艰苦，就是得可啦吼。因此，决议将会伫即寡资金以外增加约37000两留伫阮取地出纳的运订甲14000两运订价值的西班牙里尔。此外，还阁要加上估计会当送去的金额吼，38万毫吨，以及还阁要再去抛输的8000担糖。即寡资金合计约有15吨黄金。即寡资金按照各地区的需要分配如下。为科罗曼多将会分配已经收到含还阁为及时收到的全部黄金，以及5万两银、16000个西班牙里尔、1000担铜条等等。即寡合起来估计约有6吨黄金的金额。为班格拉将会分配17万两的17万两银银，以及对日本载来贵重的插器，合计约是5吨黄金。为抛输将会分配1600担铜条甲8000担糖。为斯拉托将会分配1850担铜条以及1批地米面环。为暹罗将会分配5万两银。各星期的代理地方官 Jacob Meyer 的官府伫伊的要求之下，因为伊个性的丈夫伫最初连续3年，为着要互生活会当头开来忍受着负债所递交的所有困难的债务，拢一律来宣告解除无罪咯。上午寄2张批去北部，一张寄予荷兰人的政务员 Moore 和牧师 Leonards， 另外一张寄予李林的政务员 M. Barts。我袂记开麦克。2张拢是同款的内容，命令因甲各星期的牧师 M. Sin 所有的帷幕，包括迄寡箱仔内面含外面的
热正清单，甲迄歌会当起来封印的，尽量较紧用歌仔船或者是舢板送来遮，用来安慰伤心的寡妇。有5只篷船对下门来到遮，做213个查甫甲5个妇人人，再来506担盐，235捆粗纸，222个大碎一半的饭碗，42包薰草，6700袋虾，400保润的 Virgif， 这毋知啥物件，21罐咸鱼，12包草笑，有个40领草笑，20支条啊，1120捆稻罐，32包面布，有个320匹面布，6篮的柑仔，4区4领大的鱼网，2只牛，20匹精美的麻布，40个烤夹，40支油纸线，8担的茴香，3篮粗大的杯仔，然后2只篷船对平湖来到遮，做56个查甫甲12个查某人，再来16只牛，41只山油港，20罐咸鱼7只猪，27篮鸡又搁100只鸡。11个28号拜2，拜3。含昨昏烧香的好天，有凉风对北风吹来。Road Bus 和装上糖甲地米 ，Apple 本和入来港内。政务员某对河某人寄来一张批数期，本个月24号无啥物重要的代志。伊遣送翻译员 Edward Mathers 来处理，因为伊鼻疼甲真厉害，并且另外派一个翻译员去接替伊的工作。阮遵照佛罗摩萨议会9月22号的决议，通知伊学校教师必须甲因的马送去普罗宾西亚，互迄个代表伫遐估价。因此，伊甲巴勒贝社的学校教师 John Warner 的马送来处理，因为强烈的北风，互停伫好无人头前的二林北上的一只舢板来平船失事。船顶的其他人甲所有物件拢丧失。迄个二林的井已经好无人的厝需要用到一个铜坑啊啦吼，含100个地砖也同齐失去。请求搁再送500袋地砖去互伊。发烧严重发烧的病吼，伫原住民当中真紧来拓开，有一个士兵被感染。过身去，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南部，坐12个人载去30袋米、15罐烧酒、100捆的稻罐、80屉面布、2篮的糖、20支刀啊、1包地麻、40个精美的石窟吼，窟吧，应该是第7条吧。窟着第7条，40个精美的石窟，80个烤架是一个大的铁锅。3队有1只篷船对烈士来到遮，坐17个查甫甲2个妇人人，再来27担的盐，50个大碎一半的饭碗，9个整高的饭碗，30捆粗纸，10罐咸鱼，3担烧麦，5篮柑仔。11月29号拜4。同款的天气甲风，大篷船 Road Bus 号和 Apple 本号装上要交互航往印度的船只的货物驶出港外。Apple 本号暗时就转来港内，比雷船 Hilverson 号来跨栈桥装要载去暹罗的日本货物。阮收到南区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本个月26号的一张来批，批里提起讲有2个死仔人因为违背命令啦吼，出卖一只腊狗，互塔楼社的一个长老，被关入去监牢。伊咧念讲，
遐诶腊狗伤多，特别是伫咧塔楼甲鸭狗这两个庄里吼，有一寡人竟然饲14只到15只腊狗吼，食掉真侪肉，然后买袂起腊狗诶赡养人施加压力。伫遐也有一个乱伦诶人被关入去监牢，伊名叫做 Johannes Sabaro， 不担任家庭社诶老师。伊伫伊诶某死后8天，就去含伊诶丈夫困，互伊有心。即个乱伦诶查某人名叫做 Budok T.J. Budok。到目前，伊还阁互伊自由，因为即个查某人走袂去吼，随时拢掠会着。阮今仔日收到迪罗山的政务员 Renius 本国个27号来批你甲阮讲，伊按照所讲的，带领40个到50个打靶社、迪罗山社甲基岭岩社的原住民，去迄附近的森林里去找灵杉木甲其他的树木，经过的长途跋涉了后，总算发现真侪真水的灵杉木，树围约略是10尺、8尺、7尺或者是6尺吼。悬度估计有80尺、70尺、60尺吼。对下面到顶面吼，生甲那敢若有围杆的即个形，对尊贵的公司真有路用。要铺即寡树的环境嘛真好，而且有一条溪水流经过上水体的树林的两边吼，森林的两边。要铺的茶真容易，就会当经由即条溪水再来取地。目像伫遐取得即种灵杉木的一个样本建本啦吼，含几丛树栽吼，也当作送来取地。该政务员伫咧返回的转去即个迪罗山的途中，去过打靶、校门甲塔利姆社，遐所有的长老拢提醒对数项违法骚乱行为应该处罚。即寡行为因以前已经时常要求应该甲因处罚。对此，伊听候阮的认可，详细情形会当对收信簿看到。伊迄个地区归顺阮的村社的所有长老拢真恭敬来请求，请尊贵的公司允准因拜五上午伫咧早起的学校放学了后，因全村的人拢会当同齐出去拍蜡，就像因以前定的做法，定安尼做法吼。现在北区的村社也还阁咧做安尼做吼，因为即个咧由因部分的人出去拍蜡，力量太薄弱，安尼做对迄寡白乡也真有怨言吼。因为伫迄种情况之下，以及伫咧牧师新发出命令之下，迄寡白乡的交易真明显来减少。11月30拜五。含以前相像的好天，下晡有良好的西北风，热的瓦斯好日降咯。
上午可敬的法务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宣判一个基督徒和2个新仔人因为杀人来死刑。这个基督徒讲，可能是只信基督教原住民啦吼。阮有收到肖人的政务员 C. Verberge 寄来一张批，数据是昨昏，只敢若写讲伊的厝买条冰舍，冰舍就是冰果大的这个寮啦吼，以及 Vandriel 的工厂，新仔人丁乐哥拢已经按照承包约定安尼来建造修理好了，伊为此来请求付款。今仔日有3只胖船对厦门来到遮，坐117个查甫甲10个妇人人，再来111担盐，15捆粗纸，25罐三酒，20斤油，68包薰草，3捆书写用纸，13包面布，200领草尺，6包鱼网，又搁1领大的鱼网，104000的保冷 Virgif 7道，这毋知啥物件啦吼，7道刀仔，150捆的刀管，12道观察棒，4000倒遐，20锭黄金，6支条仔有大也有细，8若柑仔。有6只胖船对烈士来到此地，坐204个查甫甲18个妇人人，再来533担盐，93包薰草，35捆粗纸，12000倒遐，3300 Bolen Mergif 吼，这2工伫出现，这毋知这啥物件。40领草尺，31包面布，又搁40匹面布。5道刀仔，13个烤夹，45道观察棒，4桶精美的茶杯，14若柑仔，27罐咸鱼，3道小米，10担茯苓。12月初1吼，大概12月吼。拜六和以前相像的天气甲风，上午法务议会执行昨昏的判决，由迄个贵族手吼。刽子手啦吼，刽子手伫通常的现场用刀处死迄3个杀人者，被对阵 Blue Kalen 号的大公以及2个新仔人和另外一个新仔人，被处罚爱用刀围过头壳顶，带锁连5年，然后赶着去死仔犯罪啦吼。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厦门，坐35个查甫，载去6288斤鹿仔肉，537斤虾仔，5515斤鱼，835斤大的蚵仔，2330斤沙糖，400斤糖水，48担胡椒，3担鸡蛋，3若细条的肉，8若小绿豆蔻。有一只胖船对金门来此地，坐20个查甫，再来70担盐，10捆粗纸，2包面布，21罐咸鱼，2道豆仔。12月2号礼拜日，安息日敬拜主，今仔日对早起开始规工拢乌阴，并且透强烈的寒冷北风。接一下阮母啊，敲电话来。喂，安怎？食饱吼？食饱啊，嘿啊。我即马转来，我去摕迄个门诊摕迄个高血压，惊过年医生休困。我走去坐。伊讲3个月抽血检查。我即马做好啊啦，讲3个月抽1摆，我当作一年抽1摆。伊讲3个月你就爱抽1摆血检查。所以你最近检查情形安怎？情形检查就无安怎哩，伊即马今日去，因来讲3号日爱检查，我毋知影，我去，我是讲门诊惊迄个过年无门诊嘛，我到时也食要了啊。你迄暗是讲放的就好啊，就爱搁走去病。好抽血。我病爱门诊，这1摆啊
诊一摆，一定爱门诊一摆，才摕药啊。好。固定有无？固定3个月门诊一摆，吼。嘿。即马门诊后个月到后个月药啊，你摕。好，了解。后你就到门诊一摆摕药啊。哦。讲啥规定3个月，我讲我当做1年检查一摆。今日问我讲要抽血，我讲无啊。我就无爱腹肚枵还会用去抽血嘛？我腹肚食饱袂使。我想讲你打电话来，带你讲者，无你讲伤夸张，我毋知走倒无。袂要紧啊！我即马咧读书啊，我即马咧上课。读书你读书是得。我看完较互你，好再见。读到倒位？12月2号，礼拜日安息日敬拜主，今仔日对早起开始，规工拢是乌阴，并且透强烈的寒冷北风。有2只帆船对偏湖来到遮，坐44个查甫甲5个妇人人，再来48担盐、10捆粗纸、40包薰草、4只牛、8只猪、13只鸡、70捆的刀罐、16罐的咸鱼、3篮粗大的杯仔、14支油纸线。12月3号，礼拜日，风力更较强。天光的时阵，领港船载着字幕官鲁森温库出港，去检查机械即个快艇布号、哈斯号、客渣啦吼，去检查客渣吼。快艇布号、哈斯号、东伯号和Erasmus 号的人员要挖中岛的时阵，转来港内，有2只篷船对厦门来到遮，坐67个查甫甲3个妇人人，载来170担盐、135包薰草、15罐三酒、4捆粗纸、900 Bolen Vergif、400捆的刀罐、4篮柑仔、58匹面布、4篮粗细的地米、4匹精美的抹布、2篮粗大的杯仔。我来查一下这个 Bolen Vergif 是荷兰语是啥物物件？人 Google 翻译去，佫知影讲这是荷兰文的。Bolen Vergif 毒球 ，Balls of poison 毒就对啦。OK， Bolen Vergif， 我来个 Google 一下。Google 无这物件。好，无这物件。读个对400捆刀罐，4篮柑仔，50匹面布，4篮粗细地米，4匹精美的抹布，2篮粗大的杯仔。然后2只篷船对烈士来到遮，坐32个查甫，载来132担盐，4领鱼网。12月初4拜2。早起晴朗的好天，微风对东北风吹来，快艇Z航号皮底船、Hilversum号和领港船出港了。中昼领港船转来港内，天气平静，收到政务员 N Barnes 顶个月28号对地林寄来上批，讲伊去巡视伊迄个北部地区的各村社，看到一切特殊良好，只是天花还阁伫个原住民中间咧探。北投社的长老塔卡巴雷
就因为去学着天花来过身，伊的地位暂时派伊的后生塔哈波拉来接替，并且予伊摕迄支quyền杖。伫豆沙塔雷杰，就是南豆沙，迄两个长老拢死去，该村社大部分的人也死去，所以伊甲其中的一支quyền杖交予迄个副手，叫做塔巴兰瑞，另外一支收转来。因为原本有的迄个95个成年男子，只敢若剩34个。卡卡尔萨卡雷的社也袂当去顺势，因为该村社的人大部分拢去学着天花。伫卡卡尔巴洛社长老塔罗地过身，由副手塔罗贝戈马克来接替伊的位置，并且交迄支quyền杖予伊。伫豆沙贝达巴巴利人社甲豆沙贝达社、巴巴利人社甲塔维古社的大武棍社，无人去染病迄寡原住民拢顺服和平。对此地派去淡水的翻译员 Granville 伫内埔的前一天经过遐，伊互该翻译员真紧上路来继续前进。12月5号拜三。平静有蒙天气，乌阴天，下晡有袂细微风对东方吹来，落一寡绵绵仔雨，蒙蒙仔雨。有2只篷船对烈士来到此地，坐54个人，载来275担盐，30斤油。12月6号拜四，早起也是平静的天气，领港船载着一批日本的军出港，要去交互要航往印度的船只。日时天气晴朗良好，透西北西风，暗时强烈北风持续吹来。领港船就甲所在轮到了，伫暗时就转来即个城堡头前来停船。12月7号拜五，良好平静的天气，风甲昨昏相像。可敬的法务议会召开会议，领港船又搁载一批云出港去交互停伫港外的船只。中昼凉风对北方吹来，为着迄寡要出航前往印度地区的朋友来设宴践行。伫即个期间，阮甲迄寡要送去遐的物件抄写2份。有一只篷船对烈士来到此地，坐20个查甫甲4个妇人，再来45担盐11罐咸鱼。12月8号拜六，早起迄寡黄金装伫4卡箱真细里来搬去领港船，然后稽查官甲代表以及要出航的船只的船长和迄寡商务员，拢坐上领港船航出港外。伫迄个期间，由福尔摩沙议会所写的迄寡书信甲指令来签名，然后伫秘书处确实来分装包装，并且蓋印。即寡物件伫下晡拢准备好了后，由船务官炸咧，做一只舢板炸起，交予迄寡船只。我拢无讲船名啦吼，因为天气非常的好，迄寡代表伫遐完成因的任務，看到一切拢合伫规定了后，约落伫下晡4點坐迄只小船转来港内。迄时，迄寡船只甲因的艇扭起来，伫咧要暗进前吼，伫咧入夜以前啦吼，趁着东北避风吹来，用篷出航，原上地带领即寡贵重的船只平安去到各只船的目的地。即寡船只各在赫姆金亚路下吼，安尼才着看会着船的名吼。快艇东伯夫号和 Erasmus 号载去波斯的是181855号吨，布尔号载往 Suratra 的是97330号吨，哈斯号载往班格拉是498854号吨，Z 航号载往 Coromandel 是607763号吨。上述5只船所在货物金额合计是1385804号吨。此外，和上述迄寡船只同齐出航，要经由暹罗前往巴达维亚的边堆船 Hilversum 号
载去互上罗商管的货物金额是145582毫吨，以上总计是1531387毫吨。迄个船务官暗时转来讲来了后，阮报告讲迄寡批物件拢分别交各只船咯。今仔日有17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交易，因讲抑佫有几只即种船停伫咧厦门，已经准备好要前来处队。即寡篷船坐669个查甫甲22个妇人人，再来货物如下：806捆纸，1858担盐，581包薰草，46包饭锅，171包大碎一半的饭锅，10包大碎一半的大烩盘。毋知啥物叫做大碎一半。120罐鲜奶麦酒，30罐三酒，28个糖花，28包草笑，又搁535领草笑，155包面布，又搁116片面布，103道茴香，2包做画底的圆婆，20锭黄金，34支条啊，9匹马，14700 Bolen Vergif 毒球啦吼，16500倒遐，200个空管啊，1120捆稻罐，13篮奶子，20道豆啊，61罐咸鱼，5篮果酱，果酱的 jam 吼，jam 吼。70支油纸线，100个梨花，2罐用粗泥串起来，即个蚵仔壳2罐，50人若粗细地米13千倒砖啊，100个用来制作无会得做圆盘，得啊做圆盘啦吼，要用来做无吼石无。12桶粗细废气，14桶精米的废气，12匹精米的麻布，28篮棉环，又搁32担棉环，2只牛，2领鱼网，17篮柑仔，1篮米粉，2担糖帽。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平湖，坐40个人，载去70道大马。100担糖水，30道米。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厦门，坐65个人，载去下日的物件。11900斤糖水，2582斤砂糖，5593斤鹿仔肉，250担胡椒，130担盐，12篮年香，8篮槟榔，30篮茶麻。12月初9礼拜日，冷风对北方吹来，寒冷的天气，日是风强，又搁落大雨，安歇日敬拜主。12月10号拜日，由原是透强烈的西北风，因暗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商讨要对西那来处队掠乌鱼的上重要的即个西那船长的一项要求。因当初要求讲，2年前开始规定的乌鱼甲乌鱼子的出口税20%，现在请减做10%。因安尼请求无被允准，因为这20%的税毋是公司规定，是当时来掠乌鱼的渔夫恳切要求如此规定的。迄时因要求以如此的税率来代替每100尾乌鱼纳税2厘尔，每一担乌鱼子纳税6厘尔的办法，而且因当时认为这是好办法，因此决定将伫最近日中，将伫最近日当中啦吼，以如同这2年来乌鱼甲乌鱼子的这个出口税率。完全无变动来为尊贵的公司发放这项税收，予出价上悬的人去收买。
12月11號拜二天氣較風含以前相像，西北冷風繼續吹來，寒風刺骨。12月12拜三，同款的天氣甲風，受到派駐藥港的下士昨昏寫來一張批，請求允准因佇遐建造一間新的宅厝，來代替伊舊年被北風吹倒去、吹走的迄間厝。即間新的宅仔厝，是哪人願意以32號來為伊建造，伊即個請求被允准。將會伫今仔日寫批通知伊，同時要命令伊一定要小心注意，袂當互迄寡新仔人夫婦或者是其他人有違規的行為，也袂當互阮的士兵來干擾因。12月13拜四透早，天氣晴朗良好，透北風，但是無像過去4天遐尼強烈，遐尼啊久。下晡大蒙透西北風。早暗2點到3點鐘，電影官 Frederick Scaddo 離開這個世界咯。伊帶領軍隊去北京轉來破病約6禮拜過身。伊閣下的屍體佇今仔日下晡約5點鐘，按照處隊的慣例符合伊身份的禮儀恭敬來予伊埋葬。由一隊士兵步行佇伊的屍體面頭前來帶路，由老隊長佩多來指揮。這隊士兵佇屍體放入去墓穴的時陣，鳴槍3響，然後對頂站城堡用大炮有特殊來發炮5響回應。12月13、12月14。大概对啊。12月13拜四啊，12月14拜5嘛吼。同款的天氣，中昼微風對西北風吹來，有一批漁夫的篷船出航。前往南部去掠烏魚。上午，這個城堡法庭開庭，判決一個士兵 Abraham van der Places， 因為伊佇10月3號拍傷一個新仔人，後來這兩個新仔人因此來死去，愛用情條的鞭炮，並且用燒紅的劍佇伊的腳趾柄來輪流來痛打，輪流來個拍。也判決快艇長伊拉斯莫斯號頂頭一個水手，因為伊佇坎保迪亞號的時陣，超過伊用一支刀嚴重來刺傷伊家己的倒手兵的胸殼。判決講，即個伊拉斯莫斯頂頭即個水手愛捨個停佇台灣港島的避雷船 Buchanan 號的船，歹勢。判決講，即個伊拉斯莫斯號頂頭即個水手啦吼，因為伊超過用刀刺家己的。插家己倒手兵的即個胸殼吼，所以判決伊愛捨個停佇台灣港島避雷船 Buchanan 號的船去白靈骨，就是創水味落去想就對啦，想應該創咧船底去法吼，這是啥物處法啦？有4隻篷船出航前往廈門，坐155個大埔載去37077斤鹿仔肉，14457斤大魚，35536斤沙糖，1800斤糖水，840斤蝦啊，180斤蚵仔，20斤鹿仔腳，120擔胡椒，262擔鹽，20捆書寫用紙，14擔紙彈，10擔木香。8拿年香，4罐薑母，30擔鹿骨，14擔牛蹄
久会铁吼。三若地膜年2若细道的肉，20道小肉豆蔻，200领肉婆。12月15拜六。可能这读了差不多啊。上午宣读了可敬的法务议会昨昏对 Abraham van der Plas 的判决了后，就甲伊带去通常的现场要处罚伊。迄时事先伫福罗摩萨议会里头已经决定讲，赦免伊免受鞭拍，以及被用烧红的剑伫骹只边来拍即个处罚的命令，及时来送到。但是伊市对伊全部的判决，迄个水手被法队的船队下去创水味上了吼。要发白乌鱼甲乌鱼子的11岁的告示已经伫各处来打告示，用来通告大家。公司预定将要伫个再来拜二下晡2点，伫公司的庭院公开发白本季节将收到的所得到并且要出口的乌鱼甲乌鱼子的全部收税权拨卖予出价上悬的人。这项收税权利是对每100尾乌鱼收20尾，每100担乌鱼子收取20担。这项税收吼，这项扣这项税啦吼，是每一次要输出乌鱼或者是乌鱼子的时阵都要收取。不过这项税金吼是限定伫本季节出口的乌鱼甲乌鱼子，而且敢若限讲乌鱼每100尾，乌鱼子每担计小项，即嘛收相赞安尼来收税。罚金必须伫每个月的月底来交纳，就是当个月收偌济税，就要交纳偌济钱。白商也会当将税收所得到的所有的乌鱼甲乌鱼子自由来出卖，并且免税出口。不过，必须事先将所要出口的效益含重量确实来申报。经过税务员去装一寡乌鱼甲乌鱼子的旁船检查了后，才会当出口。而且，即寡白商必须要提报2个保证人。好天良好的西北风，有几只渔夫的旁船出航。阮今仔日收到政务员 Verbush今仔日本个月11号对小人寄来一张批，批里甲阮讲，伊向牧师 Vinderus 小人的居民来提议讲，要用因将要领厝着的补助金来踮咧遐建造一个庄仔起的教堂，安尼好无？对此因无表示赞同，因请求会当来分享即寡钱，因此伊命令伊的翻译员编列小人甲摩道社人确实的名册，来表明因每一个人会当领到偌济钱。西拉人翻译员基哥甲塔基国社的一个邮长对迪罗山抓着政务员 N. Renius 的一张数期本个月12号来批来处地交阮。批里甲阮讲，即个西拉人翻译员被伊派去山区逗留伫遐停留19个月啦，去为公司的特殊任务来效力。该翻译员抓着2只猪然后来即个迪罗山。根据伊讲，迄2只猪是塔基帕雷恩社和塔基罗弄社的邮长所送即个政务员的。这2个村社的长老有意要尽量较紧来落山，并且要改动因附近其他几个村社的长老同齐来归顺公司，但是被迄寡凶恶的人所阻止啦吼，阻挠一个挠了来读查一下。无声呢？无声？拄则即马你可能拄则无讲话歹势。因为拄则我咧查即个脑字吼，脑读做闹还是闹？搅搅就是闹，闹甲闹
拢共字啦吼。主挠、扭头、闹头准暗，就是头壳摇、溪海的意思。闹头准暗，暗是暗棍啦吼。闹头准暗，我看我台哩大书店有收一字无？主挠的挠，闹甲闹。台哩大书店是甲即字摕来做意思尔啦吼，意思就是来回变物件吼，但是伊读音你看就知吼，读音叫做囂吼，囂吹吼，囂吹吼。囂来囂去去找物件啦吼，囂吹、囂了、囂头就是冰头啦吼，绕筋骨顶顶去绕着吼，所以绕着就是即个挠啦，自挠即个挠绕，筋骨绕着筋吼，手骨绕着吼，绕筋吼 ，OK 好绕，即个就是自挠就是。绕着筋吼，但是被迄寡向外人所阻挠，迄寡人威胁因，若是要落来归顺公司，会甲因的头壳剁落来。顶面所提起的迄个读起决车的酋长，就是为着即个目的来的。伊请求温存伊派10个到12个荷兰士兵伫原住民的合作之下，去攻击迄寡向恶的人，并且来甲因的村舍甲因烧掉。即个西南人讲，伫遐有冷杉木的树仔含顶一位看起的烧香草吼。迄个古鲁特塔卡波人、迪姆老、大母鸾含阿伯泉社的长老呢，拢照永年的惯例去迪罗山遐，因哀叹讲，因的村舍这2年变甲真衰弱，因为真侪人，包括着囡仔甲规个长老，拢因为天花来死去。因请求派别人去接替迄寡死去的长老的位。伫遐的原住民的请求之下，伊甲出卖得啊的现款以及年度发白，一个币铜吼币水币啦吼的收入来分互因等等。第落山的长老请求讲，因为着公司的职员经由遐来往所付出的特别服务，希望会当得到适当的报酬。如果阮厝队阮遮同意吼，迄个装药装啊药啦，还未供应全部需要用的装啊吼，只敢若供应迄间牧师的厝内部甲外部需要用的即个装啊，粗略来估计，抑阁爱阁供应约落14000袋装啊吼，即个装啊将会用来建造水井。好，剩3分钟，12月16礼拜日。好，来甲读好了。12月16礼拜日，安歇日敬拜主，好天，如同昨昏。有2只胖船对平湖来到遮，做37个查甫甲2个妇人人，再来52担盐，6篮鸡，又搁4只鸡，3只牛，5只猪，7只山羊港。抑阁有3只胖船对下门来到遮，做118个查甫甲110个妇人人，再来下日的好卵。384担盐，57捆粗纸，20包薰草，500袋遐10袋豆仔，1000个波伦 Virgin 毒球啦吼，500捆的稻罐，15罐咸鱼，50个 Roquefort 就地道看着吼 ，Roquefort 9袋的面包，200片的面包，14罐的盐鲜的食物，56篮柑仔。好，今仔日读到遮好。三年感谢你陪伴吼，我本来是较一个人伫咧读，好，安尼我来归房吼，感谢，明仔载继续。